没有人理我，没有人喊牧师好。各位小朋友，各位大朋友，我们最近讲到用的经节都在讲哪里呀？出埃及记。大朋友，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几个礼拜的经节都在用哪里吗？出埃及记。我们讲到有一个主角叫做什么名字？摩西。摩西曾经是埃及的王子，几年？40年。然后他又跑到旷野去牧羊，牧了几年？40。又牧了40年，都是40哦，不是4哦。他现在80，对。我们现在讲的摩西，现在他80。然后这个摩西他在旷野里面看到了一棵荆棘bush，然后好像有火焰在烧，可是它烧了有没有烧掉？没有。然后在那当中有声音告诉他说：“摩西，摩西，这个是神圣的地方，你要进来，要怎样？”是他先踩到里面，他才听到声音，然后之后那个上帝说要把他。对。所以他听到声音说要把什么脱掉？鞋子脱掉。第一次他没有，他进去了以后他才知道。好，然后这是我们之前曾经讲过的，对不对？然后那个上帝有很多的话跟摩西讲，然后要摩西去找法老要让法老带领，让摩西，要让法老准许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可是法老不要，所以有几个灾害临到埃及。10个。来哦，有没有人知道是哪10个？怎么又是你呀？你等一下啦，我就是故意不要让你准备，所以我都不告诉你我今天要讲什么。我今天有保密到家。有没有人知道10个灾害里面其中一个？我知道。你等一下，10个灾害有没有人知道？最严重的最后讲啊。有没有人知道10个灾害？蝗虫之灾有很多蝗虫来把那个东西吃光光。10个灾害不好记，可是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记，你手可以放下来。我有一个。我有。好，来，我们来凑凑看10个灾害是哪10个？在这10个灾害里面，有4个是属于动物昆虫。来，第一个。青蛙。还有蝗虫。第一个是青蛙，然后第二个。你本来要讲青蛙。狮子、蝗虫。那个狮子有的时候它的翻译名字会不一样，它有的是写我们和合本圣经写狮子，然后如果是和合本修订本的圣经写蚊子，写蚊子，所以你可以去记，就是第一个就是有青蛙，4个灾害里4个动物昆虫的灾害里面有青蛙，然后有蚊子跟苍蝇，那个蚊子有的圣经里面是写狮子，蚊子跟苍蝇，那一种狮子比较像我们在那个阿拉斯加有的时候在夏天的时候也会出现的那种虫，然后来有4个，还少一个什么？蝗虫。蝗虫，所以再来复习一下有青蛙，然后狮子、蚊子、蝗虫，4个动植物的完了以后，还有什么？动物死掉。还有人类长那个痘痘。好，来，再过来是生病的，生病的有2个，生病的有哪2个？一个人类长痘痘。你是读新译本的圣经，长疮。长疮，第一个是长疮，然后另外一个是全部的他们的那个牛鸡猪都死掉，然后真的有苍蝇所以这个是10个灾害里面的生病的就是长疮，然后
这样有6个了哦，6个，然后过来还有什么？这是第一个。怎么都是你呀、我都已经故意不告诉你了，怎么都是你呀、把那个河里面水变成血。过来是有天然的，哦，天然的就是水变成血。哎，对，它事实上是第一个灾害，但是我把它重新分类了，所以水变成血，然后再来呢？再来下冰雹。还有全部黑色、黑暗石变墨。对，就是没有太阳，没有阳光，好，没有阳光，这样几个了？9个了。还有最后一个是把全部的 First Morning Kid 杀了。哇！最后一个就是所有的长子全部都死掉，除了你好，停。除了我们小朋友，我们上次有写那个春联，写字，逾越节。哎，门框对不对？然后会用红色的，然后我们华人的叫做写春联，然后以色列的过逾越节是涂了什么血？是羔羊。涂了羔羊的血。这个是我们所读到的故事。那在这样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说，以色列人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有没有很容易？没有很容易哦，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如果不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会不会有10个灾害的发生？会不会有？如果以色列人如果摩西没有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这10个灾害有没有可能会发生？还是有可能，只是我们不知道它会怎样。但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以色列人要出埃及，虽然是上帝的旨意，但是有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有吗？没有。虽然它是上帝的旨意，但是它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它并不是一个事情说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解释这句话？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准备好了，然后你就是坐在那边等，以色列人就可以被摩西带出埃及？不是，一直都不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有些是上帝已经预备了，但是它不代表说上帝预备了，我们就可以不做任何事情就去得着。所以小朋友，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赏赐给我们很聪明厉害的地方。有的人会弹琴，有的人会唱歌，有的人享受在读书，有的人在跳舞，有的人在生活当中能够跟很多人建立很多不一样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值得被称赞的能力跟专长，但是即使这是上帝所赐给我们很好的礼物，还是代表我们必须努力去做，甚至是会在面对困难当中要去克服困难，好去成就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成就的旨意。所以小朋友、大朋友，很多时候我们会期待我们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然后上帝为我们预备所有一切的事情，我们在那边等待上帝恩典的降临。但是恩典不是等待出来的，恩典一样要人在那当中付出代价，尽所该尽的责任。在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仰追求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依然要为了我们所要得着的那个恩典跟赏赐，来付出许许多多的努力。小朋友，问你一件事：上帝给你什么样的才能？有没有人愿意跟大朋友跟牧师
分享看看，你觉得上帝是给了你什么样的才能，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东西，你觉得我可以表现得很好的？刚刚有没有人看到那个上面在带歌的时候，伊恩已经在下面在跳了？不叫他出来哦，太可惜了哦，是吗，伊恩？也许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我们所有的才能跟恩赐，但是不要忘记，即使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都需要我们付出代价，好去成就上帝的旨意。恩典不是坐在那边等，恩典是我们努力伸手得来的。有没有人要跟牧师分享他有什么样特别的才能？其实自己讲自己哦都不好意思啦，我们讲别人好不好？你觉得谁有当中有很棒的才能？你觉得很棒的，称赞一下，来讲看看。哎，不要把手折断了啦。哎，有没有人要讲？敏珊，你刚刚不是一直讲话吗？有没有人要讲？不知道怎么讲哦。来，我讲讲看啊。莫妮卡呢，很会带人去欣赏大自然，有没有？很会带人欣赏大自然。也许以后我们有机会当我们去欣赏大自然的时候，不再是很有经验的老师，而是在我们当中的小朋友。你如果让莫妮卡带一次收获很多，因为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大自然的美，我们也看到在他生命当中有很棒、很美的地方。阿文呢？你说哥哥那个伊恩呢？伊恩其实很聪明的，他做什么都很像，做什么都很好。我现在不太喜欢跟伊恩下那个西洋棋，你知道为什么吗？伊恩，为什么我都不跟你玩西洋棋了？因为他太厉害了，再玩下去我都输全部了。然后那个阿比呢？阿比有什么长处？记忆力特别好。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很会唱歌，对不对？很会讲话。敏珍呢？敏珍有什么长处？很喜欢运动。然后南二米呢？南二米可能大家不太知道，他平常都嗲嗲的呀。可是我听说南二米在学琴上也不简单，他进步很多。希望我们教会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事情来，有的不要让它不见。那敏珊呢？敏珊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恩赐，包括我们的大朋友也一样。不管你今天是7岁，或者是70岁，神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了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们依然要努力去得着。好，谢谢大家。